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近期台湾地震频传，高雄有一座从日治时期至今的地冠车站，可以防到7级的强震。原来是车站的底部藏有隔震基座以及隔震缝，让这座车站83年以来仍然屹立不摇。带您去一探究竟。403地震后余震频频，老旧建筑物的维护就显得相当重要。而已经有83年历史的地冠式高雄车站，就令人好奇它的防震系数有多少。差不多5吧，应该有6级啊，5、6级吧，都可以撑这么久了，应该那一阵应该还不错吧？是我想这个设计上是我们具有5级不坏、6级可修7级不倒的这种的设计情况。被列为具有历史保存价值的老高雄车站，为了让它满足现代的耐震能力，铁道局为它安装上了全新的膝关节。在地震时，这片大圆盘可以透过滑动，减缓地震带来的冲击，让这个老车站可以面对高达7级的强震。这是一个隔震的装置它利用我们在结构基础的下方，我们设置它的一个下盘，我们基脚部分再设置上盘，那中间部分有一个滑动的装置，地震的时候它一个相对位移，吸收它的一个地震力。那以减低对车站本身的一个地震的影响。除了安装38处的隔震基座，也设置了全天的监控系统，随时收集数据，确保车站的稳固性。而且为了让地震时有足够的摇晃缓冲空间，也设置了隔震缝，避免地冠车站和地下新车站碰撞损毁。我想我们这个设置除了有一个隔震装置之外，我们也怕会因为地震会影响到我们车站的一个结构体。所以，我们这个车站跟结构体之间，我们有设置一个隔震缝。那隔震缝大概有40公分，我们在整个车站四周都有这样的设置。那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它在相对位移的时候，不会去碰到车站的本体，产生它碰撞之后的一个破坏。可以耐到7级，还蛮讶异的，因为它毕竟已经很是老建筑了，这样。好厉害，希望全部的建筑物都可以用到防震的东西啦。对啊，安全上比较好。地冠式站体的原高雄火车站于1941年启用，它见证了高雄铁路的时代变迁，是台湾唯一搬出去又搬回来的火车站。未来它将会屹立不摇地站在南高雄的核心位置，继续见证下一个阶段的都市发展。记者川军高雄报道。英国国家艺廊今年适逢200周年，首度来台，与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合作，展出梵谷、莫内以及拉斐尔等50位欧洲名家大师的真迹作品。现在跟着镜头带您欣赏。文艺复兴3杰之一拉斐尔笔下创作出的圣母子与施洗者约翰，现在不用飞到英国看，真迹就在台湾。那拉斐尔呢，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西洋艺术史上的画家。那所以我们这次非常难得，可以英国国家艺廊愿意就是展出拉斐尔的作品，让我们在这边让大家分享。英国国家艺廊珍藏展整理13至20世纪的西洋艺术脉络。包括林布兰的63岁自画像，卡拉瓦乔被蜥蜴咬伤的男孩，汤马斯劳伦斯爵士的红衣男孩，还有梵谷的长草地与蝴蝶，以及高更窗前的果盆和啤酒杯等52件旷世巨作。第一个单元是有关于文艺复兴初期以及盛期的一些绘画作品。那第二个单元是南方以及北方的巴洛克的艺术绘画。那第3单元呢是18到19世纪一个壮游风潮带来影响的以及英国绘画作品。那第4单元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印象派的许多大师的代表作品。今年适逢英国国家艺廊200周年，奇美博物馆成为台湾唯一合作馆所。馆方期待透过这次展出，能增加南台湾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他们选择在馆庆的时候，把重要的馆藏出展到台南奇美博物馆，这真的是不仅是奇美博物馆感到非常高兴，整个台南市都感到非常高兴。But if for 2 centuries already, the National Gallery has been sharing its paintings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his was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allery's paintings with an Asian public, with the public here in Taiwan. 亚洲巡回展最后一站来到台湾，里面每幅作品都以透明玻璃防护，也安排警力不定时巡视，确保展品在4个月后能顺利回到英国。
记者杨胜怀台南报道。有鉴于桃园近几个月发生多次的事故停电，台电特别启动专案巡检计划，从新北、新竹及桃园等4个区处调派人力支援，全力推动桃园各项供电改良工程，并在7日上午进行誓师大会，将展开为期1个月的专案计划，希望借此有效减少事故停电的发生。一日台电，终身台电。7号一早，台电工程人员齐聚桃园区营业处，由总经理王耀庭带领誓师，宣告启动专案巡检计划，特别从新北、新竹及苗栗等地区共4个区处调派人力支援，全力推动桃园各项供电改良工程。台电总经理进一步表示，桃园近期停电原因是受到桃园多项重大建设队伍迁移，工作量庞大，导致维护人员难以兼顾既有线路巡检，期盼透过为期1个月的专案计划，有效减少事故停电发生。台电今天在桃园地区启动专案巡检计划。那启动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在3月跟4月这段期间，在桃园地区的事故停电相对的比较多。那我们追究统计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桃园地区的航空城以及捷运施工、我的线路迁移等等，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在外加桃园地区的新建的这个房屋的建案也特别的多，所以同仁的心力大部分都集中在这3个方面，以至于我们在日常所巡检发现的一些问题的这个修改的这些工作相对的就比较延迟因此我们这一次启动这个专案计划呢，是预计这4个区处的40位同仁在桃园地区支援1个月。那1个月之后呢，我们看看这个工作的状况，有需要的话，我们会需要再做一些延长的这个工作。那目的就是希望把桃园的事故停电能够做一个有效的这个议题。上头的那个接端子有没有？事实上，台电桃园区营业处在昨天晚上便由处长及副处长兵分2路亲自到工作班现场巡查线路巡检作业。跨区专案计划从4区调派40人支援，再加上桃园抢修人力120人，自营工班20人，总计180人将全力投入巡检。总经理也强调，维护电力线路之外，也非常重视公安，不仅会落实安全作业，也透过在地与跨区人力合作，让整体巡检更加完善。那工作安全是绝对是台电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原则，所以这次的启动这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强调一定要注重工作安全。所以同仁在现场工作，除了有在地的同仁带领之外，那相关的这个工作安全在勤前教育也会特别的强调每一个地区的特殊性跟它的必要性，必须要做的一些公安措施。台电总经理王耀庭表示，事故停电并非缺电，桃园馈线数多达1109条，分布在各地区，容易受到外在影响、外物触碰、设备不良等因素而造成停电。台电桃园区处为了避免事故停电，除了经常性的维护，现在更启动专案巡检计划，加强巡视供电线路设备，依照环境特性编列各项预算进行弱点设备汰换，并且扩建馈线自动化，加强电缆预防性检测等各项改良工程，以降低事故停电对民众的影响。记者赖伟一同报道。在0403地震之后，基隆市长谢国良前往莲红社区会勘，感受到这个海沙屋社区都更的急迫性，因此基隆市府以最快的速度成立都更工作站进驻社区。画面上是市政府在莲红社区成立都更工作站的现场状况。基隆市长谢国良一进到工作站，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民众对于市长与市府团队来协助社区进行都更的推动速度感到非常满意。对，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然后直接在我们莲红社区驻点开设那个都更办公室，直接的面对我们这边的住户，我们住户都非常的感谢那个谢市长说到做到，就马上行动这样子。
有啊，就是这一次其实真的也蛮感谢，就是谢国良谢市长，他其实在短时间之内，他就已经就是想要找这个办公室，然后这个办公室的成立，我觉得对大家的这个住户已经打了一个强心针啦。本来是想说我们这个应该是已经开始复中了，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办公室的成立，的确给我们就是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是有成功的希望。我的感觉是讲吼，透过市政府这一次那么积极吼。让我们的住户大部分都有感透过他们的推动长期在这里跟住户沟通让住户很多的疑问能够有所解答，是对都更是有帮助的。最近地震又那么频繁所以说大家都会惊啦，没讲袂惊啦最近地震频传，大家都非常关心基隆市都更的问题。然而，我们也要请中央帮忙。我们现在的海沙屋的奖励、容积的这个奖励远低于台北，是不适合这个基隆来做这些都更奖励的。更何况基隆的房价也比双北来的低。但是我们都会继续的努力跟中央来争取然后也透过都市计划、都市审议来增加基隆的一个都更的诱因。从现场民众热烈的参与气氛，可以感受到这个莲红社区的凝聚力相当浓厚。尤其近来地震频传，大家对于危老都更的共识加速凝聚。相信这个莲红社区的都更工作站示范点，非常值得各界期待。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在高雄有一条被在地人称为38度线的铁路，过去这条铁路在大家的印象里是划分南北高的分界线，如今铁路已经地下化，高雄车站下城广场的站撑墙也随后工程即将完成，结束任务，功成身退，目前也已经敲除完毕，未来地下广场将会南北串联在一起。高雄车站工程进入尾声，后站的规划建设也即将完成，已经伫立数年的站撑墙也结束了自己的任务，功成身退。从1907年分隔南北高雄传说的38度线即将打破消失。38度是是个意象的一个说法啦，但我想我们整个高雄市区在1907年铁路通车营运之后，其实我们就分成前站跟后站。那时候就是变成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分隔南北端的一种生活圈。那我们在上礼拜五，就是4月26号，我们整个在地下1楼的战争墙拆除之后，我想就是将来对行人整个南北端前后站的一个通行是非常的顺畅的。可以看到隔墙的敲除作业已经提前完成。高雄车站下城次广场即将全面打通，现在旅客们出入站都得日晒雨淋走外围步道。等地下广场全面串联后，进出车站也相对的会方便许多，期待可以赶紧开放通行。因为现在天气蛮热的，然后走这边我就觉得很闷很热这样子，所以打通我觉得会比较好这样子，就可能有遮蔽物这样子比较方便啊。现在没有方便了，现在没有打开啊，所以就是很不方便了，绕了3/4圈过来，到处找很难找啊。对啊，方便很多啊，从那边就直接过来，不用再跨过来啊。对啊，很好很好。地下的工程进入尾声，天上的空中步道也逐渐布满绿意，除了花朵已经朵朵开，连小蜜蜂也开始造访，城市中岛的生态逐渐成型。未来高雄车站的上方将会铺上一层天然的绿地毯。是，我想我们天棚的植栽部分现在正紧锣密鼓在进行中。我想目前已经大概完成了1/3的整个那个天棚上方的一个绿植带的部分。那我想1/3之后，现在成果都看得到。目前大概清晨一些蜜蜂还有蝴蝶，大家都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想以后当整个在年底整个完成之后，我想整个生态上会更加的丰富。从高雄铁路地下化到新车站新建的工程长跑，历经多年也终于即将完工，打破了意象中的38度线，让南北高雄实质的串联起来。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台南市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召集人蔡宗豪，因为接到不少的民众反映，表示去年全国的运动会，台南市府花了上千万整修橄榄球场，不过在比赛过后，在球场内却仍然存在不少的缺失。对此，议会委员会特别前往会勘，发现不但球场周边有突出物，连排水系统也只做了一半。台南市橄榄球场于去年花了1800万进行整修。虽然外观看起来整个看台有焕新的感觉，
但球场的周边甚至草皮的安全性，都让到场会勘的议会民政教育委员会成员认为，根本看不出刚花千万整修过。我觉得人民会比较关心，就是我们政府把纳税钱花去哪边，那怎么做一个把关？那其实大家今天可以看到这个场地啊，你绝对不会相信这个是去年才刚花了上千万去整顿的球场。不要说草皮啦，光一个排水系统前面有做啊，后面没做，然后一个那个电箱移位置，对，因为移位置为了选手的安全移位置啊，你移完之后你那个整个店的那个地基都在那边。它那个地基距我们这个场地不到5公尺，甚至不到1公尺吧，就在场地的旁边。橄榄球是一个极限运动，球员在跑的时候，我相信运动员都知道，你的身上接触你很难刹车，如果真的撞到了，发生什么危险，这非常丢脸，丢脸就算了，还会造成人员的受伤，这些我们都不想看到。出席会勘有民政教育委员会召集人蔡宗豪、余朱清与委员会成员林冠伟、周丽金与李启维，另外还有在地南区议员林美燕以及橄榄球委员会主委与成员。针对球场未来维护与管理，体育局长陈良前回应，未来会再与委员会协调，至于缺失的部分，体育局也会尽速来改善。比赛完了以后呢，因为刚好冬天嘛，那草皮在生长的时候会比较斑，然后又加上没有保养，然后造成很多球队在这边比赛，然后践踏，然后让那些草都已经死光光。那体育局发现这样的问题就马上跟他们讲，跟委员会讲，就说暂时体育局收回来自行管理。那这段期间，我们也开始找厂商要来做一些像这个打洞啦，然后施肥啦，然后再来让这些草皮让起死回生。那有一些地方因为喷灌的关系没有喷到的地方，我们也去买那塑胶管要来做。所以最近看场地已经有起死回生的这个现象，尤其现在是春天草皮生长比较快，那未来呢，我们把它整理好了以后，我们也会提供给委员会来做认养管理。那我们呢，最主要也是要让我们的选手在这边有一个好的环境来比赛来训练，这样才不会受伤。这个是体育局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我们很多的议座关心，我们体育局一定会把它做好。除了球场周边的突出物，另外球场的排水与填沙部分，因为有球员反映排水与填沙都只做一半，对此体育局也回应，一切依照发包内容来施作，填沙只是做补沙而不是重做。至于排水部分，因为当初有被减项发包，未来体育局也会再编列经费。记者李银根台南报道。三峡的国光2期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最大的社会住宅，提供1到3房的房型，共计921户，而且临近捷运三鶯线三峡站，生活机能相当方便。新北市长侯友宜7日到现场视察工程的进度，希望落实居住正义，给符合资格的民众舒适的居住环境。7号上午，新北市长侯友宜会同多位新北市议员及多位三峡在地里长一同视察三峡国光2期社会住宅。此处社宅为新北市户数最多的社宅，将可提供921户家庭入住，且临近未来即将完工的捷运三鶯线三峡站，生活机能便利。预计在113年底完工，114年正式开始招租，租金将采取分级制度，依据申请人经济状况订定4个级距的租金，让住宅负担合理化。国光2期的社会住宅，我们预计在年底能够顺利完工，明年就可以正式启用。而且这一次国光2期的量体非常的大，有921户，里面有托育、托老、银发、这个咖啡厅，甚至还有皮肤工厂，让大家在公益使用上能够回归到大家都能够绕室执勤，可以做全面性的照顾。不但我们公益空间做好回馈以外，我们社会住宅在三峡区域已经盖了1341户，而且生活机能都非常的好。像国光2期跟1期就盖在三峡站，而且离周遭的学校步行都是在10分钟以内。
所以非常的方便。新北市议员洪家军来到社宅内部了解内部设计，在厨房收纳空间以及卫浴设施的部分，考量到身障与高龄民众的需求，相关设施可以说是非常齐全。跟建筑师还有整个那个团队，包含我们的侯友宜侯市长，以及我们地方很多的一个师生，大家共同这样看了一圈哦，我觉得它好多很棒很多的一个精进的一个设计，包含楼层跟楼层之间的一个隔音设计，那包含刚刚我们也在参观它整个厨房的一些无障碍，还有很多的一个通用设计。我想这个世代已经来临，不论是高龄者或者很多的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共融的一个设计。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建筑物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体现于，就是把它展现到我们的眼前，所以真的会很期待，就是说，在未来如果行政单位大家可以更加速所谓的一个都市更新，然后看更多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for青年，for高龄者，for我们这样需要协助的这样的一个不论是青年购屋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对象的话，那我想这也是地方之福，民众之福。国光2期社会住宅将提供1到3房的房型供申请人选择，未来将引进幼儿园、托老中心等设施，完善社宅机能。三峡区目前包含营运中及新建中的社宅，总共规划1300户，保障弱势民众在都会区的生活品质。记者也跟新北采访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资料，全球因为人类乳突病毒 HPV 所导致的相关癌症，每年有63万例，而且并没有男女之分。因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9月起，除了持续提供国中女生公费的疫苗接种之外，将首度纳入全台北市的国中男生也进行9价 HPV 疫苗接种，预估会有1万名的男性国中生受惠。请揭晓，耶！没错，我们的陈庄礼就是我们的9价 HPV 疫苗。台北市长蒋万安与8大医学会、台北市国中家长联合会等代表共同揭晓台北市政府送给青少年的健康成年礼，就是9月起不分男女生，将提供全台北市国中生公费9价 HPV 疫苗接种服务。我们台北市率全国之先来开放让国中青少年男性也可以施打 HPV 疫苗。之前我们已经让国中女生施打有一段时间，那也因为根据 WHO 他们的建议认为不只是青少年女性包括青少年男生也应该要施打 HPV， 对于包括防治HPV 感染以及后续衍生的癌症预防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次我们台北市增加了1600万的预算，那预计大概有1万的国中男生会受惠。蒋万安特别说明，台北市政府领先6都将男国中生也纳入 HPV 疫苗接种对象的原因。根据相关的研究以及统计数据，发现其实每个人一生大概80%都可能感染 HPV 病毒。那另一方面，特别女性，可能衍生后续的癌症，包括子宫颈癌等等。那男性可能就是头颈癌，等各方面几率非常的高。所以 WHO 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别建议，都希望15岁的女生，至少90%以上都希望能够施打 HPV 疫苗。那也非常建议纳入青少年的男生也施打 HPV 疫苗。出席的台大医院副院长娄培仁及台大小儿科副教授李秉莹也很肯定台北市长蒋万安男孩女孩都保护的决定。全世界134个核准 HPV 疫苗适应症的国家里面，有56个国家都是两性共同施打。这56个国家都是先进的国家，亚洲只有1个国家是两性共同施打，这个国家叫做不丹。因为不丹的人口只有78万人，台北市就有250万的人口，所以你可以想象财政的负担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台北市能够开第一枪，领导我们台湾整个都能够走向两性共同施打的话，我们应该是亚洲第一个重视男女两性平权，重视预防 HPV 感染所引起的包括子宫颈癌，包括阴茎癌、肛门癌、外阴癌，还有美国、欧洲先进国家80%的口咽癌都是 HPV 感染引起的。我们可以预防这么多的癌症。盐巴城下雨大不了，有些事不是靠运气就能躲过，
HPV 80%躲不过，来伊莎疫苗，预防 HPV 不用靠运气。除了制作宣导短影音外，为了提升学生健康知识及接种意愿，台北市卫生局方面计划从5月起，媒合专业讲师巡回国中校园进行疫苗预防接种相关教育课程，并且透过校园师生沟通管道，提供家长疫苗手册与接种同意书。等家长与学生签署同意书后，由校园社站服务医师提供健康评估及协助疫苗接种。因故无法在校接种的学生，可以持补接种通知书到台北市113家 HPV 疫苗特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台北市免费接种公费 HPV 疫苗，男孩、女孩都保护。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高雄港周边近期有很多吸睛的景点，最近路过前镇渔港的民众，相信都会被渔民中心前面一整排亮眼的彩绘屋所吸引。由于新的前镇渔港即将落成，市政府也想借此改变周边老旧市场的氛围，因此请出了3位台湾及国际的彩绘大师，着手改装旧屋，营造出海洋风的意象，仿佛来到童话世界，让看见的民众都惊艳不已。温暖的彩虹色系，海洋之母坐镇其中，周边还有环绕着巨鲸和骨骸，就象征着海洋的生死循环，呈现在众人眼前。这样美丽的打卡景点，不是在卫武营秘密村，而是在前镇区。由于新的渔港即将落成，市政府也想借此改变周边老旧市场的景象，因此请出3位彩绘大师联手改装彩绘旧屋，营造出希腊海洋风意象，让路过的民众看见都惊艳不已。大家看到拢足娱乐呢。有够多人娱乐啊，甚至这个安尼变化这多，有点像造镇的感觉，就是把大家的建筑物不会是一栋一栋的去看，是以大家有点串联在一起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们这次也用抽象的方式，以海洋流动的意象象征，就是这边的不论是生活环境啊，或者是工作的意象啊，都是有点生生不息的感觉。旧屋改造初期，由于当地民众对艺术创作没有概念，因此整个团队煞费苦心说明，才能着手进行。也所幸地方店家大力的支持，让整体彩绘艺术创作得以大功告成。彩绘前，我们也召开了2次的会议，一户一户来跟民众来做沟通。那当然还是有部分民众他没有同意，可是，在我们彩绘完之后，民众却来争取，说希望可以彩绘他们家。可是很可惜，我们经费就是已经用尽了。对于店家的话，非常的正面，因为也改善了，然后这边对于景观非常的美，而且有艺术感，增加了艺术感。欢迎大家来前镇渔港打卡，台湾唯一看不到的美景就在前镇渔港。成功翻转前镇渔港，让渔港消费民众多了个浪漫的打卡景点。但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呈现部分在市民眼中。日后若有机会，里长也期盼整个渔港都能够重新彩绘改装，让前镇渔港蜕变成一颗真正亮眼的新明珠。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对很多家长来说，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希望多培养兴趣和专长来提升孩子的竞争力。其中，在台南的这位小鼓手陈佑成，就在探索各种乐器以后，找出他对爵士鼓的热爱，也展开他对打鼓的梦想旅程。带您一起听听他的故事。年仅11岁的陈佑成，小年纪就已经打出属于自己的节奏，在爵士鼓音乐的陪伴，尽情释放情绪，架势十足。看到佑成如今的好表现，其实3岁到6岁多，却是因为情绪过动，只沉浸在自己世界，让父母很是担忧。直到于真真音乐艺术中心接触鼓乐，开始启发兴趣，加上基本节奏、音感探索以及视谱能力等训练，甚至做足情绪管理以后，妈妈背后的全力支持，更是让他逐渐发觉自己原来对于打鼓情有独钟。现在一棒在手，可以让他每天忘我学习，开启爵士鼓的梦想旅程。打鼓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很多人都说，你有一些做的动作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这样子。然后学校
学校有那个就是踢毽子的那个队，然后因为它是脚踢嘛，因为我已经习惯踢这个，然后踢得非常快，然后参加那一次的第一天，然后他就说那个教练就说你脚怎么这么就是可以踢得这么好，之后可能打鼓会是我就是很重要，对。真正音乐艺术中心延续去年邀约知名鼓手 Ken 规划小型演奏会，让亲子共同来体验爵士鼓的魅力之后，这回也特别以佑成为焦点人物，让2位小记者访问他学习的心路历程，如何克服学习障碍，永不放弃，一步一步朝目标迈进。何彩，你请问你有想过要放弃吗？因为那个疫情不是吗？然后呢，就有一段就是断断续续的。那时候妈妈就有一直在问我说，你要放弃还是要继续学？我就一直说要继续学。佑成把握每一次上台的机会，从聆听、模仿到演奏，熟练各种曲风，苦练的结果就是自信完成每一次的打击，也让一路走来辛苦陪伴的妈妈感触良多。他如果愿意去练习，其实我不用逼他，他也会。所以应该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做算对或不对，我就是给他引导。然后他想要，我就让他去试，所以他其实还有试别的乐器啦。到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用逼他，你是要逼他休息。他真的是我刚想分享，就是他真的是从早练到晚，然后练到满头大汗，他没有累。所以刚刚老师说，你觉得他没有辛苦他很乐在其中，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透过音乐认识自己，选择爵士鼓，勇于冒险成长的佑成，在师长的耐心陪伴，相信他的潜力无可限量。Don't stop 爵士鼓一定可以。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再过2个月就要迎接暑假，桃园市教育局举办2024 Summer Discovery 桃园暑假乐淘趣启动记者会。今年课程包含科技、科普、生命品德、艺文与健体5大领域，涵盖全市13区的学校，并且扩大开放至少4万个名额，希望给学生收获满满的暑假。这是什么？桃园市长张善政戴上侦探帽，和教育局长化身福尔摩斯与华生，跟着大园国小和义兴国小的学生一起探索尖山考古遗址以及调香的奥秘，为全市的暑期娱乐营热身。迎接暑假，桃园市府教育局在2号上午举办2024 Summer Discovery 桃园暑假乐淘趣启动记者会。教育局长也说明了今年课程规划内容，包含科技、科普、生命品德、艺文与健体5大领域，涵盖全市13区学校，并扩大开放至少4万个名额。5月6号起开放报名，欢迎学生们踊跃来参加。我们办了5种营队的主题，包含科技、科普、品德生命、艺术人文、健康体育。今年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从下礼拜1开始就开放网站让大家来报名。今年也有非常多大师的讲座，像我们天文学家孙维新教授也会在总图做演讲。那我们也很多大学来合作，有见识科学或人文历史，甚至考古学等等。内容非常的精彩又丰富我们预计会有4万个名额，能够让我们的学生来选修，所以我们希望今年每个小朋友都能够有一个丰富、快乐又充实的一个暑假。琳琅满目的课程有踏查在地文史，也有科学实作，遍布各区的多元体验，期盼提升学生兴趣，就近来上课。当天向市长介绍尖山遗址的大园国小学生，也对学校开设的考古夏令营十分有兴趣，希望能报名成功，增进课外知识。大园国小有很多考古的遗址可以让大家认识，然后参加这个暑假营队也可以认识我们学校的文化，应该会想要参加，因为参加这个营队可以认识很多我们学校的文化和别的文化，然后可以学习很多事情。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去年暑期娱乐营一共吸引3万名学生踊跃参加，因此今年特地再增加1万个名额，希望能让更多桃园学子参与，创造收获满满的暑假。那么去年的夏令营非常的受到好评，
一共有3万个人次的同学来参加。今年我们加了这个主题以后，预计可以有4万个人次的同学来参加。希望说，所有的家长、所有同学能够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暑假很长的暑假不要浪费了，一定要让自己在暑假里面吸收到一些非常难得的知识。我们这些课程都是精心设计，透过我们所有的这些教育资源精心设计，才能够体会到，非常难得。我希望说，所有的同学来掌握这个好机会，让自己这个暑假不要浪费，而且是毕生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教育局也提醒，报名时间是5月6号下星期一中午12点开始，在官网线上报名。有兴趣的学生和家长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先在官网了解各项课程详细内容。记者刘玉婷台报道。2024台北水舞嘉年华5月1号晚间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璀璨登场，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管乐队带来气势磅礴的开场演出。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临现场，与贵宾共同启动首场的水舞秀。华丽的水舞搭配声光动画投影，为接下来为期2个月的水舞盛宴揭开序幕。在市长蒋万安与贵宾们的倒数声中，台北水舞嘉年华正式启动。首场水舞秀以彩虹派对为主题，由七彩之光描绘出缤纷的画作，搭配乐手们轻快的演奏，让现场民众为之惊艳。市长蒋万安也分享水舞嘉年华的观赏攻略。除了今天我们大家所在的地点，我们虽然飘着小雨，但是不减我们水舞的精彩。那大家也看到对面刚刚有非常多的人潮在观赏我们的水舞。那另一方面，从内湖至麦帅桥下那边也是观赏水舞的第一排，非常精彩。我们内湖区的里长就很清楚，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水舞秀不同的风貌。而且今天即便下着雨，但是我们水舞还是非常的精彩，而且发现整个音响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大家搭乘捷运前来，所以从捷运站出来，一整套的行程可以先到我们松山慈幼宫参拜，另外可以到我们的饶河街夜市品尝一下美食，慢慢的再散步到我们的溪口，欣赏我们精彩的水舞秀，那让大家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也可以有一场声光体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带状的活动，能够带动附近周边不只是商圈的发展，整体经济效应，也希望吸引更多不只是市民朋友、外县市的朋友、国际观光客都可以来欣赏我们精彩的水舞秀。科技的光影把城市打造成一个充满活力，而且有相当动感的城市哦。7点30分的水舞主题则是未来都市，透过科技的光影，将城市打造出充满活力与动感的空间，为城市带来了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各位贵宾朋友们可以看到，跟刚才所看到的彩虹派对，光是音乐的部分呢，就有相当大的区别，它更加的动感，这也代表着城市的活力和魅力。现场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观赏，中嘉宽屏也响应水舞活动，在现场设置摊位共襄盛举。水舞展演从5月1日到6月30日，每天晚间7点到9点，共5个场次，每半个小时展演5分钟。展演曲目包含未来都市、彩虹派对、花样春熙、在地文化、龙飞云翔、雄赞台北等6首。期间更有一系列精彩活动，邀请民众呼朋引伴前来参加，留下夏季的美好回忆。2024台北水舞嘉年华，欢迎来玩。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民众的大小事经常得依靠里长的团队来协助，但平常要忙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高雄市议员简焕宗争取规划里长的助理文康经费，来体恤他们的辛劳付出。简焕宗同时提议在旗津建立新的树葬区，市府殡葬管理处则预计增设400个树葬的葬点，提供民众日益增加的身后事环保简约需求。
从协助疫情防治到社区市政宣导，还有里民澄清反映事项的处理，里长宛如有3头6臂一般，竭尽心力来全力服务，帮助里民。而其中里办事务人员更是协助里长的重要角色，担任里长的分身，幕后甘苦同样不为人知。高雄市议员简欢忠对此在议会质询时，向市府争取里长文康活动事务经费，放宽补助助理相关规范，来体恤助理们的辛劳付出。其实我们可以从防疫期间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其实里办公室的工作真的是很琐碎又繁杂哦。然后里长有时候他处理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多啦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里办公室敲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里长真的蛮大，他旁边都会有他的另外一半来去协助他。哦，那我想民政局他每一年都有一个公务性质的一个里长文康活动哦，其实是借由考察，然后去参访其他社区一些社区营造的经验。好，那我想就是希望就是说里长文康活动是民政局这边可以做一些检讨，哦，可以由里长来协助他的另外一半，跟他另外一半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一个里长文康活动啦。那至于自费或公费部分，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了，因为毕竟在台南市，它其实已经有一些范例我们可以依循，可以参考。另外，简欢忠也向市府表示，目前多数民众在身后事处理上，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已逐渐接受并选择简约隆重的树葬或是撒葬。而高雄市区目前已经有3处树葬园区，简欢忠建议市府考量旗津交通对外不易，旗津生命园区又有腹地，环境景观都相当适宜规划第4座树葬或是撒葬区。我们现在的市民朋友其实观念越来越进步，然后对于自己的身后事的想法越来越多元啊。那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旗津生命纪念馆它的地理位置真的是不错哦。那它就是面海，环境真的是就晴幽微哈。那在我第2届议员的时候，其实有跟殡葬处已经有去做会看过，其实它有一个区块是很适合去做环保多元葬啊，就是我们讲的树葬或撒葬。好，那目前我们也乐意看到殡葬处它慢慢开始在做一些规划。那我们期待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环保多元的葬区可以多推广。市府殡葬管理处表示，旗津生命园区预计在5月份。对于树葬区会发包并提出规划，若地点方式都具备可行性，也会安排在11月份施工。第1期预计将有400个树葬葬点来提供。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塑胶袋的材质不易自然分解，对地球的环境非常不友善。台南市政府日前大力推广市场减塑，除了贴心提供循环购物袋的租借服务之外，从现在起到11月期间推出了环保新时代抽奖活动。市长黄伟哲也号召市民自备环保袋逛市场，共同落实少用、自备再使用的减塑妙招。从源头减塑，鼓励民众重复使用购物袋。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设置代代相传的站点，号召民众将家中多余的各式袋子进行回捐，落实资源循环使用。市长黄伟哲5月1日特别来到开元市场，协助推广环保新时代的活动，鼓励大家减少碳足迹，对地球更友善。环保局跟市场处的一个努力，我们选择在开元市场做一个示范点。当然也会陆陆续续一直推广到更多的市场，传统市场，尤其在传统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在用很多塑胶袋，但是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环保袋，还有家里使用过的购物袋来取代塑胶袋的使用，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对地球更友善，而且减少碳足迹。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举办了这个抽奖来鼓励，只要你这个使用这个环保袋。还有这个家中的购物袋重复使用的照片能够上传，就有机会来这个抽到300块的这个市场金。目前在台南市总共有167处代代相传的站点，替代传统塑胶袋。环保局今年更携手市场处，在台南市45个市场设置代代相传的新站点。为扩大号召，环保局更规划了环保新时代抽奖活动。民众只要背着2手袋拍照上传，就能参加超商购物卡抽奖。在开元市场更加码提供300个名额，抽出每人300元的购物金。在宣传记者会上，市议员蔡中豪、陈怡贞、许志春也都到场表达支持。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
新北市永和区永平国小办理新北首批食育式授证典礼，搭配学校5月份的品德联络部感恩主题，教育局张明文局长特别出席，与小朋友互动制作高丽菜煎饼，并且授予食育式的证书，赋予团队荣誉，感谢食育式团队的付出。新北市首批食育式授证典礼3号在永平国小举办，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出席典礼，并且与永平国小的同学们一起在食育教室体验课程。永平国小是新北市食育教育典范学校，该校藉由一系列的教育训练课程培训团队，分别安排主题课程讲习、实作课程与交流参访，稳扎稳打奠定食育专业技能。我们新北市总共有24所学校，有25间的食育教室，其中我们永平国小是唯一有2间的除了我们的用餐礼仪，还有加上我们的食育教育的实作在永平国小落实在校本课程，每一个孩子每一学期都要到我们的食育教室来做实作的课程，从小养成对于饮食健康的一个观念，能够落实在生活中，也把这样的健康变成一个素养。从小对于整个饮食教育有一个非常知道重点的营养教育跟相关的健康知识。那当然很重要的，永平国小也是我们的一个减碳蔬食全国唯一的典范学校，就是透过蔬食的推广，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更了解健康的一个相关的知能。永平国小校长唐永安表示，永平国小食育校定课程就是希望从小让学生养成健康饮食、安全饮食的态度与习惯，透过食育式协助教学，让学生学习从实践中理解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以确保饮食均衡、健康与安全。我想原本这批食育式其实是在永平已经帮我们服务我们的食育课程很久了。那过去呢，我们是以志工的形态来维持这个课程的运作不过为了提升这个课程的这个专业的程度所以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也跟教育局做了讨论来向日本的这个食育式的制度来学习那主要就是说要成为这个食育式那当然要有它专业的提升所以我们全年度来服务我们食育课程的这些志工伙伴我们就有固定的课程以及时数的要求。那年度这个课程的实践跟要求都达标之后我们就来授予这个食育式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该校食育式推手游素珠老师表示，食育式推动仿效日本食育国家政策，结合退休教师、社区志工人力资源，培训志工为食育式，和老师协同入班教学。感谢食育式团队无私奉献，也特别感谢教育局的全力协助。其实永明食育式有一群人的耕耘，我们福智文教基金会的龚仲芳老师在91年就有成立龚仲芳的这个社群，然后我们长期在推动生命教育跟食农教育。那我自己在102年退休以后，也就发了一个善心，就说我愿意回来永平继续当终身志工，然后带领食育式，然后仿效我们日本的这个德智体群美食第6育，然后落实在校园。也非常感谢很多任的校长跟主任都全力支持。教育局表示，新北市112年度荣获2023年食育力5新城市，为6都唯一，足见新北市重视及全力推动食农及食育教育绩效卓著。记者跟基新北采访报道。基隆的民众近期应该有发现，公车站出现了类似电梯按钮的按键，让民众搭公车不用特别招手，驾驶员就会收到通知，自动靠站。市政府体恤年长者以及轮椅身障者，已经在信义区公所以及安乐长庚医院站设置了便民贴心铃预约公车的按钮，希望增加长者跟行动不便族群的便利性，减少伸出手时的危险发生。民众搭公车按下钮，公车就会自动停靠。如果要搭乘我现在要搭202线的公车的话，那我现在就是依照这个202的路的 button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就会显示202。基隆市政府在公车候车亭设置便民贴心铃，代替招手，利用亮灯显示提醒公车司机有人要搭公车，避免乘客因为招手而发生意外。
启用仪式上，市长谢国良、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何淑萍、韩世玉和陈君佐共同出席。由基隆公车运输市占率全国第2。为了提供长者、轮椅族更友善的乘车服务，目前先选定基隆长庚医院和信义区公所2座候车亭，建置便民贴心铃。过去我们跟轮椅族的朋友在基隆市同基隆女中那边，就针对低底盘公车的搭乘问题，我们一直有深切的讨论。那算一算也有大概1年多的时间没有来搭了哦。的确，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如果要让轮椅朋友上车的话，跟那些座椅给等公车的座椅，这2个是有一些需要重新调整的地方。所以我刚刚也打给了公务处的陈耀川处长，我们要在这几个搭乘的机能上面彼此要做一些适当的调配。那这个便民贴心铃基本上用意还是好的，但是同时间必须要搭配搭乘环境的改善，让一般的乘客朋友跟轮椅族的乘客朋友彼此之间的搭乘环境都能够互相的协调好，不会让这个没有座椅坐，或者是让这个斜坡过于陡没有办法推动上去。那这个也是我们刚刚现场的一个学习跟了解到要改善的地方。便民贴心铃类似电梯按钮实体设计，民众可以直接按下搭公车的路线，而行驶中的公车司机也会接到讯息，在进站前做好准备。就我会事先准备好要有轮椅要坐，那我会事先靠边一点。基隆市其实对于轮椅族对于这种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我们特别的贴心，就是因为我们的路幅宽度也比较窄，那有时候车流也比较多，那为了避免民众就是在车道上面轿车然后招手造成了碰撞的危险，所以其实透过这个事先的触控预约，然后也透过车机，然后通知到司机，那司机就可以及早做一个准备。启用仪式上邀请身障朋友一起体验，市长谢国良并视察身障朋友上下公车的路线。好，那我就推 A。OK， 好，谢谢。所以那个空间就是不够，我们应该改善的是空间，要来实际体验，我们才知道问题。对，好，谢谢。那市长刚刚也把我们刚刚遇到的困难，市长都用手机都马上记录，马上跟公务处长处理。我们找公务处跟公车处把这边的动线再调一下。我一上任以后，就针对这些蓝色的老旧的超过15年的公车进行立即的汰换，预算也都通过。但这些半中古的这些白色的公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找寻到，所以虽然有了预算，一直都在执行汰换当中，但是仍然跟交通部已经谈好，在2030年要把所有的公车逐步汰换成电动及低底盘的公车。这个部分每年都还会要有1亿多的公务预算的支出，这部分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大方向，要积极的来进行。基隆迈入高龄化社会，年长者或行动不便者搭公车外出都是一种挑战。市政府推出了便民贴心铃，利用设备提升便利性和友善度。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对，这个路线就是。台湾在地品牌绿工坊致力打造独特的造型工艺品，坚持以手工绘制，每一尊雕塑皆是彩绘师注入许多心血制作而成。除了在台南拥有观光工厂之外，也在百货公司开设专柜，展示推广优质的工艺品。一座座精致且独具特色的雕塑工艺品，栩栩如生地展示在百货橱窗。绿工坊每一件作品都展现出设计师独有的风格和故事。有几个国外非常有名的设计师，这是我们 Lily Thomas 的设计。那他很强调的就是他的这个月亮花仙子 Amy Brown， 他是花仙子设计师，它的颜色可以看到它其实很鲜艳、很亮眼。我们在台湾是独家代理，那这是 Lily Thomas 跟 Ansel 也是独家代理。与多位奇幻设计师合作，将梦幻世界注入工艺品之中。作品主要以龙、精灵和花仙子为主题，以冷瓷为材料，能完美塑造出细节，不管远看或近看都相当精致。每座雕塑都有原创性和独特性，更强调一条龙服务。从设计端到我们包装设计，到我们打样，到制作生产，一条龙
然后我们还有国外的通路，我们会去跟国外的我们客户去谈合作，然后去把我们的设计师的产品去推广到国外。柜内的每座工艺品，无论是作为收藏品或是居家生活品，都相当合适。绿工坊将持续扩大市场，为客人提供更多优质的作品和服务。记者邱怀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李凡飞，我们下次再会。